聖經講在一啲摩提六第七章咁樣講到，因為到七家冇帶馬嘅東西落嚟世間，意思嚟講，即係出世冇帶馬嘅東西，然後七家出都冇帶馬嘅東西出，意思咪？七家來世冇帶埋，轉世冇帶埋東西。嗱，一啲摩提六第11節咁樣講七家啲。七家會記得的就是七家就是上帝造出嘅人類，七家會離開籠中做壞嘅生死，籠中做壞嘅事情，七家會變黑，會用功嚟七家黑齊在世間裏會對，黑到錯嚟行同會對，講嘅話會對，對人嘅話會對，社會裏做土土節節會對嗱，然後佢講會侍奉主。也係要有信心，要有愛，要有忍耐，要有溫柔。嗱，呢度三碼要佢講，但係呢，也就係上帝合意，設計社會裏行道，因為個世間裏冇帶埋來，轉冇帶埋計，記得設計轉出嚟要帶有信心，就能夠轉得到上帝嘅面前。阿門。